来乡亲啊，就是今仔日，这个乌克兰、俄罗斯也有土耳其的外交部长，伫土耳其来进行着三方的会谈。这是两个国家开战以来的头一届，两个国家是不是有可能会来讲和呢？详细状况，要请国际中心的记者林子阳甲咱报道。子阳，请讲。 是的，主播，现在是土耳其接近中午的时间，而稍早，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他就欢迎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的到来，两个人是互相的拥抱打招呼。那么稍后，他们就要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一起举行三方会谈，地点就是在土耳其西南部的城市安塔利亚这个地方。而稍早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也已经抵达，他就跟土耳其的外长互相的握手致意。这一次由乌克兰、俄罗斯还有土耳其组成的三方会谈，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双方第一次高层级的会谈，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。大家都在看有没有可能就在这一次的会谈出现和平的曙光，可以尽快的停战，或者是至少成为和平跟稳定的一个转捩点跟重要的一步，大家都非常的关心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乌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15天，俄罗斯的国防部也公布了相关的数据，宣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814处的乌克兰军事设施遭到破坏。而稍早我们也收到 BBC 的报道，在靠近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科夫的一座村庄，这边因为晚上的时候受到俄军的炮击，目前了解到是有4个人死亡，当中还包含了2名儿童，另外还有1名5岁的小女孩受伤。 目前是已经送往医院治疗当中。那么救难人员呢，今天也还会持续的搜救，看看还有没有生还者。另外，在哈尔科夫的市中心也有一间购物中心起火，所幸目前是没有传出伤亡。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，把镜头交还给主播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